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新聞。10月28號，港圈傳嚟一個震驚嘅消息，許紹雄因病離世，享年76歲。人生無常，邊個都估唔到，一週前仲同女兒打緊遊戲嘅許紹雄，居然咁快就與世長辭。作為港劇嘅金牌綠葉，許紹雄一生塑造咗無數經典角色，亦都喺港圈聲名顯赫。自佢離世唔到24小時，江湖地位便盡數體現。原來 TVB 嘅評價一啲都冇錯。喺無數觀眾心中，許紹雄係當之無愧嘅千面配角，將自己藏喺每個角色背後。唏噓嘅係，現實生活入面嘅許紹雄，亦都將陽光留俾觀眾，而將陰影留俾自己。據報道，許紹雄係因癌症引發多器官功能衰竭，先至會喺短時間內撒手人寰。而佢患癌呢件事，卻從未對公眾張揚，人前一直都係一副樂觀模樣。單單今年，患癌嘅許紹雄就有7部影視作品熱播。平時佢亦一直支持住女兒嘅事業，經常現身喺佢嘅影片入面，為其拉人氣。可以講，點睇許紹雄都唔似一個患癌嘅人。一直到今個月中旬，許紹雄先喺一則影片入面隱約透露出身體唔太好嘅徵兆。影片入面嘅佢以長者嘅口吻告誡大家要將健康擺喺首位，少發脾氣，多開心。緊接住佢仲表示時間最公平，激勵年輕人要堅持同行動起嚟，先至能夠事有所成。如今回頭睇佢呢番說話，頗有種寄語俾後輩真言嘅感覺。可惜大眾都後知後覺。其實早喺尋日，港媒就已報道許紹雄病危入院，睇落情況唔容樂觀。港圈幾乎半壁江山，都紛紛趕到醫院去探望佢，包括黃宗澤、郭晉安、歐陽震華、吳卓思、林峰等人。香港女演員馮素波喺探視10分鐘之後稱，許紹雄嘅呼吸好緊促，但戴住氧氣罩嘅佢應該仲有意識。私底下同佢講說話時，許紹雄仲能夠聽到人哋講嘅說話。可等到吳卓羲探視出嚟之後，佢卻表示許紹雄已經陷入咗昏迷，並期盼吉人自有天相。與許紹雄係多年好友嘅周潤發喺得知此事之後，亦火速趕到咗醫院。佢身穿一襲黑衣，戴住帽同口罩，神情之中亦都睇得出佢對老友嘅擔憂。而同許紹雄因戲結緣，喺私底下亦互認為契父女嘅佘詩曼，悲傷更係難以自控。10月27日，佢接受媒體採訪時，便忍唔住眼眶泛紅，當場落淚。佢透露早已知曉契爸許紹雄身體欠佳，原計劃本來要去北京工作，如今亦即刻改返香港見許紹雄一面，希望能夠俾喺病榻前嘅契爸精神上嘅鼓勵。講起史詩曼同許紹雄嘅父女情，喺港圈可不失為一段佳話。史詩曼5歲喪父，後來拍戲中結識許紹雄之後，許紹雄便一直對佢關愛有加。舊年許紹雄仲特登為佘詩曼慶祝49歲生日，許紹雄嘅女兒亦親自為契家姐製作咗生日蛋糕，睇落一家人其樂融融。佘詩曼好唔容易先擁有咗父愛，如今卻又與許紹雄天人永隔，諗必對佢嚟講係一個好大嘅打擊。一直到10月28日，許紹雄被捕已經仙逝，俾成個港圈都帶去極大嘅悲失。契女史詩曼放話，會將對許紹雄嘅思念轉化為對佢家人嘅照顧。香港女藝人惠英紅、江美儀、馬海倫亦紛紛喺社交媒體上悼念許紹雄，懷念佢生前帶俾大家嘅美好。從病危入院，大半個港圈藝人前去探望，再到香港諸多藝人發自真心嘅緬懷，都足以睇出無冕配角許紹雄喺港圈嘅江湖地位。其演技同口碑早已征服人心。1977年，29歲嘅許紹雄就已經開上上百萬嘅平治豪車。佢係香港第一位買得起且揸住平治返工嘅演員，佢亦成為人哋口中嘅 Benz 雄。許紹雄喺港圈演咗一世人嘅配角，被稱為香港影壇嘅無冕綠葉。許紹雄最高嘅工資只有幾千蚊，咁佢點解會係香港娛樂圈第一位買得起平治嘅演員呢？毋庸置疑，許紹雄嘅家境十分優渥。喺80年代，
好多家庭連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，佢卻能夠動輒上百萬，絲毫冇猶豫，咁就證明許紹雄嘅家境足夠豐厚。熒幕前佢扮演嘅或者係一位慈愛嘅好父親，或者係一個十惡不赦嘅壞人，都唔會令人聯想到佢嘅家境，因為許紹雄嘅穿着打扮與普通演員別無二致。許紹雄對主角從來都毫無興趣，佢唔使拼身體去賺高片酬，佢將自己享受喺配角入面。至於收視率嘅好壞，亦與佢一個小配角無關。遊記2023年許紹雄女兒嘅婚禮，邀請咗好多 TVB 嘅老戲骨。點解許紹雄會有如此地位同影響力呢？佢究竟係一位點樣嘅有錢人呢？許紹雄喺影視圈或者係一位出名嘅配角，可佢喺生活中卻係令人羨慕嘅存在。縱觀許紹雄嘅家庭背景，係一位唔簡單嘅許家後輩。1948年，許紹雄生於香港，佢嘅曾祖父許應愷係慈禧太后嘅義子，官拜一品，喺當時可算係最高級別嘅官職。許應愷靠自己嘅真才實學，博得慈禧太后嘅賞識，成為清朝末期嘅大紅人。許應愷不但係義子，仲被允許喺紫禁城騎馬通行。一係佢並非皇親國戚，二亦並非上戰場浴血殺敵，拿下赫赫戰功，三亦非輔助幾代帝王嘅老臣。許應愷喺當時獲得如此青睞，證明佢絕非等閒之輩。許紹雄嘅顯赫家世絕非止步於此。許紹雄有兩位叔公，實力亦唔低，其中一位許崇智係創辦黃埔軍校嘅人物之一，與蔣介石仲係結拜兄弟。另一位叔公許崇清曾經係廣州教育局嘅局長。魯迅係許紹雄嘅姑爺爺，魯迅嘅夫人許廣平係許紹雄嘅姑婆婆。源於呢層關係，到而家許紹雄同魯迅嘅長孫周令飛亦都有聯繫，兩人時不時仲會相聚一齊。除此之外，許紹雄同許晉亨嘅家族亦都有親戚關係。許紹雄嘅親戚可謂都係有背景嘅，佢嘅父親喺香港開咗一間玉石鋪。許紹雄生喺富貴之家，呢係佢嘅榮幸與光環。許紹雄嘅父親願佢能夠好好讀書，家庭條件完全有能力支撐佢嘅學業，未來好學成歸來之後接手父親嘅玉石生意。可係許紹雄卻無心學業，念完中學之後便冇再讀落去。許紹雄嘅父親亦冇強迫佢，相反俾佢漸漸睇住玉石商鋪，有朝一日能夠全盤接手，咁自己亦能夠早日過上清閒日子。許紹雄如果按照父親比喻嘅人生走落去，或者而家亦係一位出名嘅玉石經商者。畢竟佢嘅父親會將自己一生嘅玉石經驗都毫無保留淡傳授俾許紹雄。奈何許紹雄喺機緣巧合之下走上咗人生另一條路，與父親心目中嘅玉石經商者相背離，出乎父親意料。許紹雄睇咗幾年鋪頭之後，覺得乏味枯燥，便喺伙伴嘅建議之下報名參加咗香港商業電視台舉行嘅廣播劇活動，決定嘗試一番。啱啱開始嘅嘗試，不過出於好奇，可當佢企喺舞台上嘅時候，佢卻俾舞台上嘅燈光、舞台下嘅群眾所深深吸引。嗰種感覺喺玉石鋪感受唔到，好微妙。自此，許紹雄愛上咗舞台。1年之後，佢參加咗首屆無線電視藝員訓練班，與陳美琪、張慧儀、陳嘉怡、關聰等人成為同一屆學員。許紹雄係屬於老天爺賞飯食嘅，佢對揾錢毫無念想，單純對演戲保持住強烈嘅熱愛與喜歡。為咗留低，佢花咗好多時間與精力去揣摩。轉眼間1年嘅學習時間已經到，畢業之後，佢憑藉喺同屆中出彩嘅演技，被 TVB 留低咗。許紹雄嘅樣貌唔屬於帥氣型，年齡明明只有24歲，卻長得偏成熟。但好在嗰個年代，並冇如今睇樣貌咁明顯同強烈。喺嗰個年代，又有樣貌又有演技嘅人，自然會受到 TVB 大力支持同捧紅。而喺樣貌上唔佔上風嘅許紹雄，同主角自然就無緣。佢只能出演配角，為主角增添光彩。與許冠文兄弟出演《鬼馬雙星》入邊嘅大耳牛，喺1983年版本《射雕英雄傳》入邊出演妙手書生朱沖。暗戰入邊佢係黃啟發，搞掂樂府大人入邊
佢扮演徐迥嘅岳父蘇伯虎等等。許紹雄喺演戲上係有天賦嘅，佢嘅角色並唔單一，古裝劇、現代劇佢都有挑戰。成功揣摩角色嘅佢喺一部又一部劇入面收穫咗觀眾嘅認可與喜愛。佢嘅容顏亦漸漸變得有辨識度，佢惟妙惟肖嘅角色俾觀眾留下深刻印象。就算唔係主角，身為配角，佢亦自帶光環，係劇中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許紹雄先後出演超過200部影視劇，攞過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男配角，獲得過萬千星輝頒獎典禮傑出演員獎等。於佢而言，精湛嘅配角亦令更多製作人睇到許紹雄嘅存在。佢亦與好多著名港星有過合作，曾經有人願意請佢主演，可佢仍然選擇拒絕。拒絕嘅理由好簡單，許紹雄唔願成為背鑊嗰位演員，都想企喺主角嘅位置上。可咁樣付出嘅唔單止係自己嘅時間，稍有不慎，仲會推倒自己積攢多年嘅好口碑。唔係佢冇把握企喺主角嘅光環上，而係佢冇必要去冒風險，將自己嘅配角做得足夠好，亦會喺娛樂圈發光發亮。許紹雄係難得嘅清醒演員，又或者許紹雄唔似一啲演員需要主角賺錢養家糊口，佢嘅家庭背景足夠支撐佢呢一生嘅開支及費用。之所以拍戲，不過係為咗自己嘅喜好，揾錢唔係佢嘅首要目的。嗰個年代能夠開得起平治嘅，又點會在乎配角微薄嘅片酬呢？家境再點優渥，佢亦秉承住低調嘅做事風格，演好自己嘅小角色，一絲不苟，但令更多人識得佢。事業悄然平步青雲之時，佢亦迎嚟自己嘅幸福。1985年，37歲嘅許紹雄到咗新加坡參加一場演出，亦正因為呢次機會，令佢遇見咗呢一生嘅摯愛龍燕。龍燕係新加坡電視台嘅一位工作人員，許紹雄唔帥，佢自身嘅魅力及品行打動咗龍燕。許紹雄好清楚龍燕之前有過一段婚姻，仲為前夫生咗一個兒子。龍燕帶住個仔相依為命，佢經歷過失敗嘅婚姻，所以喺邂逅許紹雄之後，佢冇輕而易舉再次陷入一段感情。兩人雖然投契，但呢段感情亦磨礪考驗咗整整7年時間。龍燕認定佢係一位值得託付嘅男人，便帶住兒子於1992年嫁俾咗許紹雄。許紹雄對待繼子好用心，佢對待繼子愛如己出。許紹雄能夠如此對待龍燕及繼子，可見佢嘅胸襟、愛屋及烏。佢對龍燕嘅真心，亦自然咁將感情帶俾繼子。只要喺新加坡，佢就會陪住兒子一齊跑步、打波，與佢交流學習同交友情況。即使喺香港拍戲，每晚同太太通電話時，許紹雄亦會及時了解兒子近況。每次由香港返到新加坡，佢都會預先買好禮物俾兒子，令個仔感受到濃濃父愛。除咗生活上嘅關懷備至，許紹雄仲極其重視繼子嘅教育。佢經常同老師溝通，並親自帶孩子參加學校同社會上各類比賽同活動。喺許紹雄無微不至嘅關愛之下，兒子身心健康，不單從未因父母離異有過自卑情緒，仲非常陽光。大家都讚佢係個有愛有溫度嘅孩子。許紹雄為咗令繼子安心，喺龍燕嫁過嚟嘅5年內，都冇提及再孕育一個屬於兩人嘅寶寶。直到1997年，與繼子感情穩定、關係融洽之後，許紹雄同龍燕決定再生一個孩子。龍燕成功懷孕之後，喺許紹雄49歲嘅時候，生低咗一個女兒。許紹雄老來得女，心入面不知幾開心。女兒嘅到嚟，為一家4口增添咗好多歡樂。許紹雄亦成為兒女雙全嘅人，佢冇放棄自己所熱愛嘅演藝事業。而龍燕亦因為女兒嘅到嚟，成為咗許紹雄嘅賢內助。龍燕放低自己嘅事業，專心喺屋企照顧一雙兒女。呢啲年嚟，由許慧晶嘅成長與學業就睇得出龍燕付出咗幾多心血同努力。許慧晶自細接受良好教育，佢認真學習，從不辜負父母嘅期望。許紹雄深知學習嘅重要性，只可恨年少不懂事，但佢對自己嘅人生係好滿意嘅。但喺子女教育方面，佢都會比佢哋更好嘅。
許慧晶嘅學業自細就出類拔萃，佢大學喺香港知名學府浸會念，呢所學府對成績嘅要求係好嚴格。許慧晶除咗成績出彩之外，佢嘅家境優渥，亦支撐佢喺讀呢所大學時毫無壓力。據悉，香港知名學府浸會一年學費達到14.5萬港幣，住宿費一年最平亦要1萬港幣，生活雜費一年需要近4萬港幣，其他一年需要2萬港幣。一年讀落嚟，亦需要21.5萬港幣。許慧晶嘅大學4年花費近86萬港幣，單靠許紹雄咁多年演戲嘅片酬，如何支撐女兒嘅大學？所以許紹雄嘅經濟收入唔單止靠演戲，更多係祖輩為佢留下嚟嘅家業與積蓄。許紹雄嘅父親當初想佢接手自家嘅玉石生意，冇諗到歪打正着走上咗娛樂圈呢一行。許紹雄嘅女兒卻隔代走上咗經商之路。許慧晶4年大學畢業之後，冇選擇繼續讀書深造，而係選擇創業。許紹雄係好錫許慧晶嘅老來得女嘅佢，講得透徹啲，就得咁一個女，點會唔支持佢呢？許紹雄斥資700萬俾女兒去追逐自己嘅餐飲夢。好在許慧晶喺創業呢條路上頗有頭腦，佢喺新加坡連開3間餐飲鋪，菜式價錢都好接地氣。呢3間餐飲喺新加坡好快就火咗起嚟。許慧晶亦算係俾自己同父母一份滿意嘅答卷。許慧晶決定喺內地開連鎖餐飲，許紹雄亦將自己嘅事業重心由香港遷到內地，或者佢係為咗陪伴女兒，俾佢能夠放開手腳去做自己想做嘅事。許紹雄嚟到內地之後，佢嘅選擇亦越嚟越多。除咗拍戲之外，佢亦收到唔少廣告代言。憑藉早期積累落嚟嘅知名度，代言亦賺到盆滿缽滿。從某種程度而言，許紹雄嘅路無非係為女兒許慧晶鋪路。女兒嘅創業路要想走得更加順利啲，少唔到圈子同人脈嘅積累。幸而許紹雄喺香港娛樂圈嘅時候，待人比較和善，與好多大咖都有交情。喺港圈，佢嘅人緣亦超好，係一位好受歡迎嘅演員。後來到咗內地，亦係咁，邊個都想向許紹雄前輩學習。呢亦係佢嚟到內地之後，頻頻現身各種活動聚會最主要嘅原因。佢哋後來喺香港為女兒舉行咗一場盛大嘅婚禮。75歲嘅許紹雄攜太太龍燕盛裝出席，佢依然係老模樣，幾乎冇乜點變。有趣嘅係，許紹雄與龍燕拍拖7年，先決定步入婚姻殿堂。女兒許慧晶亦係如此，女婿係一位銀行嘅工作人員，兩人亦拍咗7年拖，終於喜結良緣。女兒嘅婚禮亦見證咗許紹雄嘅人脈資源與江湖地位。香港嘅藝人幾乎嚟咗一半，好似歐陽震華、苗僑偉、孫孫、杜煙歌、韓馬里、陳豪、陳欣瑾、黃日華等，都親臨現身祝福許紹雄。許紹雄身為金牌配角，能有如此影響，請嚟一眾視帝視后，離唔開佢嘅家庭背景，更加離唔開佢平日裏嘅為人處世。許紹雄身喺富貴之家，身上卻冇驕子之氣。出道53年時間，一直低調且沉穩，演好自己嘅小配角，每一部戲都花心思去揣摩，俾觀眾唔一樣嘅驚喜。身為演員，許紹雄做到咗演員嘅職責與本分，盡職盡責。身為愛人，喺結婚嘅31年間，佢俾咗太太足夠嘅安全感。咁多年齡緋聞，身為父親，對繼子、女兒用心呵護，竭盡全力支持其夢想。許紹雄係德高望重嘅老戲骨，當之無愧呢一個稱號。75歲依然能夠有咁樣嘅影響力，令人佩服佢嘅才華與智慧。一生不驕不躁，做好自己，守護愛人子女。今日嘅影片就到呢度，歡迎訂閱、讚好、轉發，我哋下期見。